人生若是要腳步踏差，敢有法度重新開始？對經商人來講，這個簡單是頭一步。回歸社會更較困難的是要面對別人對經商人無友善的看法。服刑期間的機能培訓，到後續的安置甲陪伴，對因來講攏是真重要的支持。下午7點半，公視第2台《青春咱的夢》帶大家來看因的故事。犯罪都愛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失去自由，入去封關。不過刑期有結束的一天，受刑人離開監所了後，也是愛回去社會生活。要安怎適應外面的環境，工課要去倒歸找，攏是經常路上愛面對的現實問題。目前台灣各地矯正機關攏有辦無同款的技能訓練，讓受刑人學習功夫甲技術，為未來就業做準備。你直接互伊穩定落來的時，伊才是將來要做啥？將來要做啥？伊還佫有法度所以咱落機能，互伊有一個方向。較早是用金錢來證明我家己即馬來遮是用工課的成就來證明我家己，所以我感覺講，我佇遮我感覺就是很踏實啊。根據法務部的統計，2026年第一季，全台監所收容人數超過5萬人，其中毒品詐欺案件佔大宗。對有驗毒驗酒問題的人來講，出獄了後戒毒戒酒這條路猶原愛繼續行，心內揪牢嘛是長期的挑戰。目前多民間團體甲精神保護系統合作，提供安置甲相關資源，協助精神人適應社會生活。我沒有辦法回家住，然後我一直都在外面流浪。然後我就是求助了一個更生人的牧師，然後他就為我找到了在這個地方可以安置我的地方。我覺得比較正向的思考方式是如何設計一個比較好的架構，就是大家跟更生人形成一個所謂的一起協作的圈圈，然後這個圈圈更生人可以比較不會感覺到他在孤軍奮戰，他遇到什麼問題想走回頭路的時候，也比較有多一點的機會提醒他，把他拉回來。若要降低犯罪，避免國犯，其實會當對少年的時就開始預防。對也佇成長階段的少年仔來講，家庭的關懷、社區的陪伴，攏有可能會影響因未來的方向。一個人要改變需要時間，要提供什麼款的協助，這協助愛安怎來做，攏是相關單位長期愛面對的課題。記者江定宇、林建如綜合報道。